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去食歌庙公，后来加碰果，有这款歹人客要来食免钱，我甘愿摕去救济。这届旧惨无要办啊！阿妈哪会伫咧群组内底甲苗红阿姨妈妈讲甲遐尼歹听啊？团唔对，哪有可能团唔对啦？啊，我就团去咱的群组啊。毋是啦，阿妈，你应该团去第3个群组，你团去第2个群组啊。这个群组内底嘛有苗红阿姨，你紧甲消息收转去，互苗红阿姨看到就害啊啦。饲落去，收转来，咦，收转啊，收转啊！嘿，文玲啊，阿妈哦，甲消息收转来啊。阿妈，你拄则敢有看到迄个消息？有几个人看过？甲咱2个呢。啊？所以意思是讲，除了我看到以外，阁有另外一个人嘛看到你的消息啦。是啥人啊？喂，明峰哦，哎哟，真正是母仔囝共心，我倒要去。你伫倒位？我拄则去厂家，我有载一寡营养品过去互你。我即马要去找你，我倒要到啊。你莫来工厂找我，我去找你。你即马伫倒位？哎，明峰啊，你去厂家创啥？你甲阮大家黑白讲啥？你足生气，你知影无？我拜托你莫阁闹啊！你即马是嫌我心内阁无够烦是无？哎，我就遐尼袂当见人哦，我是安怎袂当去啊？是我收美钱，也是因收高尚啊！我疼查某囝，疼孙，我专工送一寡营养品去，袂用的哦。这个囡仔将来出世是社长，毋是缀咱世呢。伊应该感激我，毋则对啊！结果咧，迄老太婆看到我，一个面臭甲打着屎咧。因拢敢安尼对待我，伊会对你有偌好啊？无彩你阁替因处处设想，足无良心的食人狗狗。好啊啦，你莫阁讲啊，讲到我心内拢烦。我是关心你，你家己看卖啊！迄个身份地位甲你差不多的太太，倒一个毋是厝几啊间、车几落台、股票一大堆的，啊你咧，啥物下拢无，阁替人做牛做马，有够辛苦的。你家己是无要紧，
也毋过你腹肚底即个要安怎呢？你莫等伊大汉啊，心花拢互伊遐阿兄阿姊分了了啊，伊连南山拢分袂着。好啊啦，就叫你莫阁讲啊。我最后阁讲几句啊，卡输你面皮薄，毋敢开喙。这个歹人，恁妈来做，我去甲周家先讲，叫伊买一间厝互你，就算是互后生一个保障，安尼无算超过啊。我拜托你，莫阁去张家甲因讨物件。就是因为你一直去张家讨物件，所以才害我伫咧因兜的人的面头前头举袂起来。你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到底甲因讨啥物？我敢有讨着啊？你着遐尼要紧遐会紧来敢讲哦？人讲有心上大，哪会你有心上细啊？即马你应该替家己讲话啊！你莫阁加管刑仔事好无？以后无代志莫去张家，切！我要去上班啊！你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腹肚痛？敢若有淡薄问题？哈！你唔免惊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来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免紧张哈。陈总监，有你的报告。谁给报告？那是你送来？先拍开看卖。哦。是你我嘉宾呢，搁一个照顾水的果，你送的哦？对啊，看你恁公司的咖啡啉到遐尔痛苦，我就问捌咖啡的朋友，伊推荐我买这间的绿挂咖啡。食苦精神才会好啊！我甲家己讲，搁较苦嘛，拢会当食。好啊，安尼我摕转去。我无讲我袂啉啊！袂用，我要冲一杯来啉，你敢袂？唔免，我啉茶就好啊。试看卖啊，恁朋友推荐的呢。好啦，行啦，来去冲咖啡，紧来，紧来。拄开始的时阵，用淡薄仔水倒伫中，然后互伊慢慢啊滴。咖啡的香味出来。这才拄开始，搁有2届，水啊一届比一届搁较济。收落来水啊倒较济，好花袂严苦啊，互水会当冲着所有的咖啡粉。过来水啊倒上济，互每一粒咖啡粉全部拢会当冲着烧水，安尼咖啡的香味甲滋味才会出来。试看卖。哦。等者。先片看卖。哦。敢有闻到火甲水果酸酸的香味？然后啉一喙，互你的喙齿感受滋味。所落来你就当正常啉啊，也毋过爱记，先甘呢，莫吞落去哦。这个目的是要互咖啡留伫你的喙内底。敢有感觉到一个咖啡的香味，为你的喙甲鼻仔内底传出来？即马你会当豆豆吞落去啊？敢有感受到一个咖啡的甘味，为你的脑内底走出来？足好啉的呢！我掠阵咖啡就只有苦的乌咖啡，搁有掺牛奶的拿铁，想袂到这杯啉起来，甲第足像的。其实咖啡的气味有各种无同的滋味，根据你冲的方式。又搁有你拣的豆仔，甲烘豆的时间，又搁有豆仔种类安怎配甲比例，拢有无共款的影响。毋过你拣的这款有回甘，我介意。你真是足够拣的。听你讲咖啡，敢若甲咖啡厅头家差不多啊。也毋是有交换影响的。我是安怎会讲到伊？无应该讲到伊啊！我若是搁讲到伊，我就是猪。文琪，你刚讲要去找交换讲？要讲啥？
已经互我拗大，无伫我人生当中啊。你就是安尼啦。愈想要分好清楚，就愈代表你够有性格。若是安尼，就去讲清楚啊。唔管最后结果啥款，对你拢好。来，较细腻咧，坐。拄则医生在内底拢讲啊，你算是高龄产妇啊，就算有食安胎药啊，你还是会倒伫眠床顶休困。也搁有你放轻松，莫遐尼紧张啦。若受压力，腹肚就会较无爽快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我甲张家成讲一声，叫伊来接你转去。先爱卡，我惊伊知影会搁较紧张，到时阵我压力搁较大。你是咧创啥？你是张家的女主人呢，有心是欢喜的代志，哪会着你伫遐烦恼东烦恼西，敢若袂当记人共款？你即马毋是干那一个人啊，你阁有腹肚底一个爱考虑呢。天底下倒一个妈妈袂替家己的囡仔设想，张家囡仔遐尔济，也毋过你亲生的，就干那伊。你家己想看卖咧，伊将来大汉啊，会当家己独立生活。至少嘛20岁啊，吼，20年了后，张家成拢超过80岁啊。讲一句歹听的，伊去当阵跟我伫的也毋知影咧。万一无伫的啊，你要问遐阿兄阿姊照顾伊哦。你家己上清楚啊！你替张家安尼做牛做马，因敢有囥伫心内？迄鬼囡仔屁到即马也毋是你家己当作外人。我甲你讲，假使张家成无伫咧啊，无得卡吼，因几个马上就一骹甲你两个母仔踢开，赶出门啊！假使真正是安尼，你阁无爱趁即马好好拍算，替囡仔留一寡保障哦，哈？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我会甲家成讲。要毋过你莫插手。救兵好，哎，弟姐，哎，多谢，在下面。我来摕药啊，你喺遮等哦。好。喂，冠华。我想要直接转去休困，所以等下你代替我去公司开会。啊，无代志啦，我只是有淡薄忝，无啥爽快尔。好，安尼就麻烦你啊，多谢。这季产品有问题的比例降低3.5%，规个生产线的产能提悬7.5%，生产的进度比阮估计搁较好啊！所以今年咱替内地大工的最后一批货，会用提早到月底上船。生产效率真重要，也毋过品质嘛要够好，品管爱较严格。阿姐，品管我咧负责，免烦恼，做你放心。今日就到这，冠华，你先转去工厂，我甲友莲要讨论内地的代志。内地的代志，阮工厂这边敢免了解者，唔免啊。你先去工厂。安尼阿姐，我就先转去工厂啊。较紧的好无？安尼我就先转去啊。冠华，请金秘书替我加淡薄烧水。好。金秘书，董事长爱你添烧水。好。你看者，这是要予内地的报价单，若是无问题，我就传予内地的采购代表 James。
报价单我淡薄时间好好看，无问题我会签互你。好。迄个报价单已经咧阿姐翕的，阿姐的办公室有金秘书过咧，要入去足困难的，到底安怎做才会当摕到？哪呢？什么声？对什么声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唔知影，啥哪有这声？什么声？请注意安全防障离开。发生火灾！发生火灾！请注意安全防障离开。大火啊！大火啊！大家紧走！你赶快退啊！紧先去楼下，切记莫受伤啊！安全防障离开。发生火灾！发生火灾！请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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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全防障离开。经理。你想怎？恁来掠水雷金看哈？无啦，我想讲大火时阵吼，去试水雷，水雷唔知影敢会弹。哦，这我当甲你讲啊，袂啦。啊？昨吼有切这个消防设备，发现这个水雷歹去啊，过两工才会派人来修理。叶经理，你也常常关心这啊？唔是啦，恁平常时哪会无咧注意啊？若有一天大火要安怎啊？公司遮尔大，员工遮尔济，安全管理哪会遮尔歹啊？你行政部吼爱检讨一下啊！是，我爱甲你讲，我要等去工厂。叶经理，顺行。我转来啊！有你有看到无？看到啥？我团的迄啊！啊？团什么？哎呀，手机摕出来啦！看，看什么啦？哎呦，我讲啥你拢唔知，唔是你啦！哎呦，阿嬷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听无啦。我叫文玲啦，替我开一个工作，内底无民风的，叫做一个日子卡水啦。哦，我有家己啦。也毋过阿嬷，你开遐个工作，拢唔惊会舞唔着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也唔是安尼啦。有一寡话我都无想要互民风伊知影。我想讲，伫咧工作内底讲伊都听无啊。我哪会知影？我着老人目啊，爱饲一个日子卡水，饲伊吐气啊，着噗，一声着。阿嬷，也毋过你真巧呢，你搁知影收转去哦。哎呦！收转去进前有过看过哈？两个啦，一个是文玲啦，另外一个咧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阿嬷，也毋过你真巧呢，你搁知影收转去哦。哎呦！收转去进前有过看过哈？两个啦。一个是文玲啦，另外一个咧。
妈，有哩。哦，对啦，小李要伫交番哥的隔壁厅替我补习，我先来去补习啊吼。靠义气，食饱才去啦。交番哥的隔壁厅有三明治，我去遐食啦，阿妈，保重吼。明华姨，拜拜。妈，我有淡薄仔忝，无法度煮饭，家常嘛无要转来，所以我就简单买几项物件。妈着较委屈的，甲我做伙凊彩食。妈，食饭啊？你食安尼营养敢有够啊？为着阮妈有替我准备补品，我凊彩食几粒都有够啊。你是毋是要问我到底是毋是有看到你收转去的迄个消息？消息啦？什么消息我唔知呢。我拢看到啊。啊，我知影你对阮妈有意见。也毋过毕竟伊是我的亲生妈妈，所以我无可能完全无管伊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约束伊。以后伊若是来找我，我会叫伊去工厂找我，绝对袂阁走来场甲叫了你。所以自餐同款会当办，伊绝对袂出现。要是讲你看到我，嘛是感觉足插啊。若是安尼，自餐我会当卖去，军租我嘛会当退出，你就免遮尔麻烦，搁安尼营营业业。我只是想无，我有心替张家生一个囡仔，是安怎你会遮尔无欢喜？卡斯，你会当接受文琪甲文玲这两个收养的囡仔？安尼是安怎我替家生生的囡仔，你都无法度接受？你是讲煞话啊？会用换我讲啊吼？阮张家囡仔吼已经足济啊！你要替家生生几个囡仔，迄是你的代志，我无想要管你。我较要紧的是，张家的规矩爱遵守。当初我反对你甲家生来往，迄是因为我对你的背景完全无了解，而且你甲家生差遐尔侪岁。尾也是因为讲，我看你对家生遐尔照顾，你一定是一个好太太。你嘛甲尤里还有文玲斗3工过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慢慢啊接受你，我才会予你入来阮兜的门。也毋过我想袂到讲，你嫁入来张家无偌久，你就去新华上班，佮叫家成互你管理工厂。啊，即马咧，你若毋是公司，就是工厂。啊，即间厝咧，完全是我这个老的在管呢。但安尼，我有你这个新妇，甲无你这个新妇，敢有啥物差别啦？你去新华上班，是你嫁入来张家的目的是？我只是想要替家成分担伊的工课，我想要伫咧事业上甲伊做伙拍拼，我无想要踮伫咧厝内，干那做家内事，煞毋知影家己的翁婿伫咧创啥。
感觉安尼嘛袂用诶。那安尼，嘉诚已经互你做助理啊，你为啥阁袂满足啊？你阁叫嘉诚，互你做工厂的总监。你讲你无要甲文琪，无要甲友莲相争工课，啊，毋过我所看到的，拢是你伫甲因争啊，伫甲因抢啊。你即摆有心想啥物目的啊？你是真是要替阮长家传宗接代，还是想要借这个囡仔摕佫较侪物件？若是安尼吼，我即摆已经甲你讲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若要分阮长家的财产，你的囡仔佫排伫上后壁，头前还佫有友莲，还佫有友日，还佫有我生的查某孙，我无可能互你甲你即个囡仔，甲阮长家的物件，甲阮长家的产业，一步一步拢总摕去。安尼你听有无？我巴肚内囡仔拢还袂出世，你着爱伊莫孝想分长家财产，是毋是？你将来拢毋捌甲我当作是长家的人，处处伫咧提防，所以连我巴肚内囡仔，你嘛安尼对待伊？煞煞去！我真正遐尔拍拼，遐尔骨力，想要得到恁对我的认同，互恁改变对我的态度。看起来根本是我太过天真啊！为即马开始，我袂阁冤枉，要得到恁的肯定。也毋过，我要甲你讲的是，我巴肚内囡仔，确确实实是长家骨肉。我希望你莫用外面人的眼光来对待伊。妈，你大家食，我等你再来生活。家在我走了紧，江卡婷，你拢无看到阿嬷甲美凤阿姨因两个相看的时阵，讲有偌冷就偌冷。阮兜即马根本就在落大雪。Winter is coming。安尼你阁走出来，你对阿嬷有够无义气，不好。你咧，你就会留落来啊？绝对袂。切，阁讲我。也毋过。以我甲明凤阿姨安尼相前的经验来讲，连我拢毋是伊的对手啊！阿嬷就免讲啊！我甲你讲，这个阿嬷500%阮输。连你拢斗袂过明凤阿姨啊！哇，伊敢有比张友我厉害？Of course， 我甲你讲，阮理智虽然真歹，也毋过甲你杀出来，伊就乖乖认输啊！恐怖的就是。明凤阿姨，伊根本无弱点啊！也毋过伊有心啊，迄应该就会变做伊的弱点吗？代志毋是你这个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有心无的确是伊的武器，是武器。哇，明凤阿姨真厉害！伊是啥物星座的？星座双鱼。双鱼座。哇，那阿嬷无啥物压面呢，因为无人是双鱼座的对手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双鱼座有12星座的优点，嘛是上厉害的星座啊。因看起来定定伫一边，也毋过煞互你杀拢无。而且因足软 Q， 头壳足好的，若有需要，啥物宝拢会晓用。因只有目标，大部分拢袂失败。哇，真的啊假的？双鱼座遮尔高？阿嬷咧？阿嬷啥物星座？互恁约看卖。伊的个性、爱念、佮古摸，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无毋对。无怪明凤阿姨甲阿嬷遮尔袂合，因为处女座甲双鱼座是180度对冲的星座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因互相是对方上大的敌人啦。
免烦恼啦，阿嬷是好人，伊早晚会看开的，而且伊对时岁拢真包容，就亲像恁。唉，嘛对啦，伊对阮爸拢包容甲安尼啊。阮爸是天蝎座，安尼伊会徛伫倒一边哈？哇，天蝎甲双鱼是120度，足下的，所以应该是徛伫明芳阿姨迄边。毋对，江卡条，你迄到底是啥物180度、120度，敢有准哈？拜托诶，以前伫阮班，大家拢叫我星座小公主呢。你毋捌星座袂要紧，也毋该相信我讲的。你敢袂感觉足伤变神啊？啥物变神啊？你莫毋相信我甲你讲，180度毋若是对冲的星座，因可能会定定互相产生足大的气引力。交汉兄，安尼你甲文琪大姐是啥物星座？哈，这我讲，阮大姊有气魄，狮子座。后个月伊后个月生日呢。莫怪我无提醒你，你要准备伊的生日礼物。若无大姊知影哦，一定会甲你收礼。不要紧啦，我甲伊已经分手啊。又搁分手？分手啊？因为我甲伊就，you know， 星座袂合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伊后个月生日呢？莫怪我无提醒你，你要准备伊的生日礼物。若无大姊知影，一定会甲你收礼。不要紧啦，我甲伊已经分手啊。又搁分手？分手啊？因为我甲伊就，you know， 星座袂合。敢若伫要整理好啊？对啊。整理好吼。交汉兄，我下班啦，哈。交汉哥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姊，拜。这样。想要啉啥？我请你。着我条条啉的水诶。Sorry， 迄无伫卖啊。是安怎无伫卖？原料无啊。原料敢毋是伊索比亚日晒甲坦桑尼亚水洗，其他口味嘛用会着这2款豆啊，店内哪有可能无？最爱有淡薄酒的香味，也阁有爱。既然咱分手啊，原料就无啊，我做袂出来。这是我放下感情的一种方式，请你原谅。要毋过，我有开发新的口味，敢要试看卖？交换，咱讲一个好无？我感觉咱分手有淡薄伤过突然，我阁有淡薄应该讲是伫戆心。有时阵我会想讲，你心内是毋是阁有啥物话无甲我讲？我知影以前拢是你伫配合我，可能嘛是因为安尼你挡袂住，就规气讲分手。即摆莫藏伫心内。想要甲我讲啥，你就讲。感觉是爱我讲。你就直接讲啦。可是无甲你甲心拍开，好好讲。我想我这世人心内，永远拢会有一个干。其实，进前甲你完结了后，我拢会甲我家己讲。交换加油，不要紧，你会用的，你会用改变陈文琪。
也毋过顶解完结了，出现伫我心内声音却是：交还，你无法度，你永远无可能变做陈文琪你相中的查甫人，因为我无介意穿西装，我嘛毋是主管，我想要做的只是甲这间店顾好，所以大概你替我安排代志，拢好亲像对我讲。交还你袂用的，你无够好，你无法度达到陈文琪的标准，互我有一种感觉，敢若徛伫一个所在无法度顶到，一直拔脚拔手，去了我无爽快，转去我舒适的所在，伊阁无满意，就亲像这个手表啊，挂伫我的手就是真奇怪。爱配起伊，或者是讲爱配起你，我应该符合某一种身份，也毋过我就毋是迄种身份的人，我嘛无想要变做迄款人，所以若毋是你要求我，我可能一世人拢袂挂这个手表啊。这个话你若毋较早讲的。你无介意挂手表啊，我嘛袂逼你挂啊。就算以后你拢毋穿西装，我嘛袂要紧。文琪，咱唯一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咱拢毋是会勉强家己的人。我袂为着配合你失去我家己，我嘛袂勉强你去爱一个永远拢无法度达到你标准的人。我无勉强啊，而且其实我的标准已经。文琪，我安尼问好啊，这个世界敢有一个人，是你袂想要改变伊，甚至是你会不顾一切，放下家己去爱伊的迄个人？迄个人敢是我？不要紧，你免回答，我已经知影答案了。我煮咖啡给你啉吗？这款咖啡是用伊索比亚水洗甲哥伦比亚水洗配出来的，我希望伊啉起来有轻松的感觉，试看卖啦。有轻松的感觉，甲甘甜的水果味，真好啉。敢有名？有，我阁认真想过，分手限定款，2支牵条条的手分开后，就互一个拜拜的拜，拜家。分手就敢若拜卡同款，有一阵仔做啥物代志拢袂顺。也毋过，虽然行了无好，也毋过我相信过一段时间，咱一定拢会当恢复，然后继续向前行。陈文琪，分手快乐。回到相识的咖啡店，再练习几遍，好好的学会再见。谁也不分手快乐。不用对我说抱歉，明天也许会再见。谁也不欠我要来走。等下，这你收回去了。你收来了，就当做是我这个朋友送你，好无？凡是有一天，你会甲某一个心爱查某囡仔加红地毯，
无得靠你用着。文琪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文琪，你毋是下班啊？有物件袂记摕哦？无啦，无注意，搁行转来公司啊。我应该要来转的。你敢要去啉酒？啊？我问你敢要去啉酒？我即摆心情无好。我无想要啉酒，我巴肚枵，想要食面。好，安尼你食面，非得我无想要转去。啊？行啦。你掠我紧紧看，害我食袂落去。讲真实嘞，做实在你到今嘛，我敢若毋捌看过你为着家己自私呢。你至少人敢有迄种无顾一切、无要紧别人的眼光的迄种经验，敢有？应该有啦，我想看觅。应该无。想当初你连我拢会当放弃啊！丢嘞！我讲真实嘞，我这世人真是想要看到你会当聊落去，无顾一切做一件代志，就算干那一届嘛好。让我应该真困难，比钓乐透搁较困难。安怎？你生气哦？今日日时我陪你啉咖啡，暗时我陪你啉酒，啉甲醉茫茫。若是爬袂起来，就莫上班啊。这就是你聊落去。好就无意思诶。无爱准拄煞。好，算你有进步，以后阁进步的空间阁真大。干杯！来啊，干杯！头家，秘鲁阁来一手。好，随来。好打，好打。干杯，好打。好的。多谢。来，敬你的聊落去。来，来，好打。来，好的。较大声诶。好的。错一条。你爱的物件我摕到啊，安尼咱就无小欠啊。麻烦你哦，以后莫阁找我啊。迄无一定哦，无得靠过一段时间，你阁挡袂牢来拜托我斗相共。你感觉伊袂当甲你做伙行一世人是？我本来俩准会当，
也毋过后来发现，伊也是甲伊穿西装，真认真拼事业的精英，就亲像你同款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